伫节目现场吼，今日带人关系的是那种的半夜初一开始所谓的幼托整合上路哈，是讲头摆幼稚园托儿所，以下种下整合到很多幼儿园，全部归那种的教育部来管的哈。故所呢，薪资上路当然有阵痛期，产生一点问题。共同关心，头下讲到青岛的个公立的托儿所，管体以后呢，种个较偏配角偏向地方的生意呢，较经济在弱势的生意呢，其实受教育的权益要受影响。不过也同时关心的是青岛的新生哦，其实嗰种个头摆教保员啦、哈保育员，其实个工作的权益也受影响。下面都要把这薪资上路时，对提升其实工作的环境，要做同时带动教育品质的提升的哈。看一下这幼儿园师资的编制哈。216岁呢，迄一般呢，青岛迄16岁配2个种个教保员啦，是讲一只教保员带8个生人呢。哦，36岁呢，迄一个教保员带15个生人呢。青岛一般迄30岁，所以讲两位人员增加的部分呢，不过呢，你可能幼儿园迄2岁到6岁，但是都离岛啦、偏乡啊、原住民地区呢，做得大家夹强下来上课，是讲生意无分班啦，哈，你相关问题上也下强来讨论是讲，您再看到彭总会长，我想先请教您，就说我们刚刚看到人员编制，的确是这一波。除了硬体合格之外，软体无法合格，关掉的很多的原因都是因为人员部分哦。那这个部分你们所看到的这个问题点，教育部今年有释出诚意，已经把这个课程整合了。可在整合的过程中，当然就是说这还要刚刚讲105年师资会没有问题，其实还是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有个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这个条例呢一定要3年以后立法院通过，那也要103年，03以后你还要去读26个学分是不是要2年？还要去实习半年，还要考试。那考试它是跟着国中小一起考试的这种国家考试检定。那这样子是真的是不够你105年要的教师，因为我们现在托儿所4000多所的师资比是教师10个就1个教师，10个就1个。公立是已经95%没问题公幼，那公托当然私幼是50%。那这样的还是想想看还是不够，那我们也一直讲，教育部也一直希望说这5年足够了。可是呢，我们如果按照这个103年条例才会通过，那条例通过以前用适配法的，在92年以前可以已经有在取得26个学分的才可以参加国家考试。92年以前没有去上这个进修课程的，现在不能上，已经停了，要等这个条例过。所以我一直在呼吁，请教育部再想一个办法。再想办法让这个师资能够很快用比照那个护理师，他就只要教保系毕业，或者因为你已经整合了，今年你的幼教系跟教保系的整合了，整合都一样嘛，课程都一样的嘛，那是不是他们就直接来参加护理师的那种考试，考试过出来就有师资了？教育部看到这个问题了吗？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或者是你们现在积极的这些措施跟做法？好。在幼托整合里面哈，其实对于合法园所的权益保障，对于合格人员的权益也是保障哈。那其实，在刚刚来宾所提到的哦，如果依照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他本来是老师，改制为幼儿园还是老师；本来是教保人员，改制回幼儿园没有问题；本来是助理教保人员，改制为幼儿园还是没有问题哈。所以，对于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并没有要求这些合法合格人员退场的问题哈。所以我这边可能要再重申一次，在幼托整合，不管对于园所、对于人员的部分，其实权益都是充分的保障哈。那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幼儿园的当中有所谓的教师、教保员跟助理教保员不同的职称，对，所以教保员的部分会希望他是不是能够进一步再去取得教师的资格？所以我们这些现场的伙伴其实非常认真在念书哈。那在念书当中，其实刚刚所提到的是，如果教保员他去念了幼教学程，那因为他要取得幼稚园教师资格，依照师资培育法，他念完书之后，他有实习。再来是检定的部分，那可能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是他在实习上面可能遇到了一些困境哈。那事实上我们配合幼儿教育及照顾法的第23条，23条要求教育部在幼照法实施后3年之内要再订定一个法律案。那我目前正在做研究，也在收集意见哈。那未来。是不是走教师、教保员、助理教保员这个部分，其实在广听意见。那如果确定是走教师、教保员、助理教保员这样子，跟现在的制度是一样的话，那事实上我们不管在我们新订定的教保人员条例，或是我们相关的师培的规定里面，对于在职的这些教保人员，他们取得教师资格的部分，会有另外
有区别于大学毕业哈，这个一路走上来，而不是现场在职的这些伙伴的一些不同的一个轨道。那我相信可以解决这些教保员他们要再去取得教师资格的一个路径。好，了迄教育部的说明，不过来谈一下一般嘅像个幼教先生讲嘅教保员，甚至一般嘅私立嘅研所嘅经营业者，其实对啊问题看法有乜解呢？做嘛讲一下老师越来越少嘞，就讲诶，冇做幼稚园老师啊，幼儿园老师，因为薪水少，工作嘅时间又长，系啊，像我哋薪水咯，做人工作嘅都唔得比啊，比一样，过来讲一下，经济越来越差，有冇？吼，越来越差，发变到个大家都唔上强嘅啊，强向唔去啊。係啦，冇錯啦，政府可以講，就講老師生嘅比例哈，來一比15，係要聽出來，對老師講，你帶到小朋友較更重要嘅。不過相對嘅，我就薪水嗰邊少嘅。我負責嘅招生工作啊，有的家長吼講，哦，我連吼個你們最基本嘅9000塊我都交不出來，怎麼辦？你冇按樣型措施講，有的講啊，吃飯都什麼問題，生意又得不過冇人吐哈。有时候老同事开玩笑讲，某个那个不能没有你的第2集又在演出了。所以说，确实有很多不合格的公立托儿所都收掉了。可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现象？3个园所并成1个园所。那像我所知道，有一些园所，它原本一个老师带40个学生，可是呢，马上9月开学在即，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学生的异动，所以我们就合理的怀疑。未来公立托儿所他们还是会以超收来营运。政府对于私立的业者，因为我们有合作园的关系，所以经常面临不定期的突击检查，多1个学生都不行。可是公立托儿所、公立幼儿园，他们如果还是持续这样子，工人来违法，而且他们使用的是政府的公部门的资源，那我们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好，冇共用嘅省份 TV 看到嘅问题冇共用。那我想请教一个很专业问题，就是说2岁到6岁小朋友放在一起上课，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啊？因为比如说2岁小朋友，我们刚讲的还这样子烦啊哈，这种欢啊，就是说还听不太懂人话。6岁小朋友他可能要学的东西又不一样哦。那我想问一下简理事说，这个离岛或偏乡或者是这个原住民地区域，可以2到6岁混龄上课哦？那这样的受教品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刚刚我们也提到，公幼往下收，他收5岁、4岁往下收。如果5岁收满，他不收4岁。对，我们很多的公立的托儿所，反而他原来就收2到6岁。那刚刚在讲，那如果这样的话，一个家里头不能生4个、5个，或者3个、4个小孩喽，每一个都要同年龄。那其实混龄教育，当然各方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了哈。有的人觉得一定要分龄，有的人一定觉得可以混龄。那我们其实实验的结果，我们也觉得混龄对于孩子的照顾并没有不好。其实比较小的孩子可以学习到跟比较大的孩子的一些互助啦哈，然后比较大的孩子他其实是可以学习去照顾弟弟妹妹。所以我不认为说他一定要分龄分到这么的清楚。如果2到3岁的孩子不能放在幼儿园跟人家混龄在一起，连游戏空间都不能在一起，那2到3岁的孩子应该回到家里啊。那是不是我们家长要把因为原本这个幼稚园跟托儿所本来就是2个不同的主管机关在管嘛？我们的幼稚园原本是让他学这个生活教育啊、健康教育啊、伦理教育，他是学的是这个部分。可是这个托儿所过去的托儿所，他可能是收2到6岁，他可以继续做一些发展的学习课程，包括一些才艺，所以使得家长长期以来就觉得说，这个去这个私立园就可以学什么写字啊，学美语啊，学很多各式各样的才艺，好像公托就是把它管饱吃饭就好了，就是本来就是不一样，是不是家长观念也要在这一步要跟他一样？我觉得孩子的照顾本来就是教育保育要并重，长期以来我们用教育迷失在照顾我们的孩子，所以往下好像没有向下延伸1年的照顾，但是却把所有的才艺都向下延伸。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要提早学 //，提早学英文，提早学什么，反倒没有给一个比较正常的教学。
好给我或者照顾给我们的孩子。所以不管以前的托所或以前的幼稚园，现在都叫幼儿园。原来我们整合的目的就叫教保合一啊，所以没有所谓教育是比较优先，然后保育一定没有。你的孩子来到幼稚园，不管他是5岁还是4岁的小孩，他一样有大便小便的问题，他一样有吃饭的问题，他一样有生病的问题要照顾。所以我不认为哦，2到3岁，其实我现在真的还蛮担心2到3岁的孩子其实是没地方去的。好，那我想请教李秘书讲，迄咪最近2岁到3岁是无来好去，因为台湾没有嗰种嘅乡亲讲，老师讲，其实你下又讲过，讲你要托儿所，迄讲来管体以后，伊可能要倡议去手群呢学校或设伫要公立的幼儿园去读书，毋过公立的幼儿园你伫吼抽签都抢破头哦，前摆头弯摆头吼，说动关系本身已经读在公立幼稚园。其实应该安样讲啦吼，确实2岁到3岁也迄4岁，应该就准来讲吼，也迄国小，也讲小学公立的幼稚园，其也还要开放变成讲数到3岁、4岁以后，3岁以下也讲4岁以下，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哦，那个设备上它可能没有办法更新。好，公立的幼儿园哈，就是公立幼稚园，它可能往下招收的时候，它根本不可能设备改变，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之下，它就不可能再往下好再去招收，所以它还是停留在原来那个年纪哦，可能就是比较近4岁或5岁、6岁这个年纪学龄前的这个幼儿的部分。那对于这个2、3岁的这个原来的公托或私托的部分哈，他要照顾的部分，可能还是要留在那种设备有可能改善的部分，也许是行内后告，好，也还讲哈，就是私立的这个部分。可是私立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太贵啊。哈，公司开发，要还加重4-6万吼，对啊，太贵，所以那以前呢，另外生意读书的话，该注册交学费的时间哦。4万块的生，顿都该到的吼。那以前用3岁是讲凊彩服了嗰种嘅公立的托儿所，也系讲农托吼，私立的照顾点的都好，也还是变成讲那一定要赶来加重，送到私立的托儿所，其实有个实批，因为公立的也冇办法做了下去的嘛。那这个权利的影响就很明显。那更不要讲说，如果说我对小孩子有期望，觉得说，也在小学，也讲新的学校判了以后，那2、3岁就准备按一批小学。等都等唔得到。好，台湾你看到聽到統計數字講到，其實公立嘅托兒所，其實數嘅成員嘅人數係最多嘅，唔過佢都呢一波新嘅支出上路嘅時間，佢完成比例係最大嘅。因為影響性呢，是咧，青島下偏向配角嘅成員呢，佢哋冇辦法去讀公立嘅托兒所，使得佢哋受教育權益受到影響。因為就算係讀公立嘅學校嘅幼兒園好嘅，佢可能名額也冇按多，最後咧成員呢可能冇公立嘅托兒所好讀嘅。公立嘅幼兒園又加唔落去咁樣嘅勢，係咪目前是冇辦法讀書呢？但是係咪提出一個新嘅想法，公共化，嚟講用公判民營、公善民營嘅方式，提出一個改革嘅辦法哈。那我想請教一下許科長，說目前在這個友善的這種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這個部分，我們實行的成效怎麼樣？未來有可能擴大辦理嗎？它有可能解決目前公托停托之後所造成的這些影響嗎？主持人所提到的哈，就是有關非營利的部分。對，那非營利的部分，教育部從96年開始哦，用實驗性質的部分來做推動。那到了101年哈，今年我們目前推動到7個縣市，那總共是10個幼兒園。那透過這10個幼兒園的營運，事實上讓我們非常的清楚，什麼樣是一個比較理想性的一個園所。那對於收費到底怎麼樣才是一個合理的？那這個園所其實我們經過2次哈，4年營運當中會經過2次的評鑑。那同時我們也會輔導的計劃進入，同時也參與我們課綱的實驗。所以這幾個園其實在發展上都做得還不錯。好，那未來是不是有可能再做一些擴展哈？銜接到幼托整合之後呢，我們有一個非營利幼兒園的實施辦法。那這個實施辦法呢，事實上其實就是友善園的在做一些等於的一個法制化。那依照我們的非營利實施辦法，其實未來政府部門可以提供它的硬體設施設備，來委託民間這些公益性質法人來經營非營利幼兒園。那或者是民間哈這些公益性質法人的機構，他也可以自己來申請，以他自有的一些建物設施設備來申請為非營利幼兒園。那當然，非營利幼兒園就如我們現在的友善園一樣，是以成本價來經營，所以對家長來看，它是一個平價的。好，那對於老師來看，他的薪資是有保障的，所以未來在
目前我们正已经在教育部里面经过法规的审查，我们也在进行发布的程序。好，那我想未来有一个法源依据可以走，那应该可以适度的在引导有意愿的县市政府，可以再酌量的增加这个区块的一些教保服务。OK， 好，所以铁花公的还是公社民营这个部分，就是说委办给这些有专业这个素养的这些非营利组织来经营所谓的非营利幼儿园啊。但是我知道简理事，你们在高雄五甲社区就有一个公民共办，就是公家跟民间来共同办理的幼儿园哦。那这个五甲的这个公民共办的幼儿园已经进行多久？那目前成效怎么样？那社区自治幼儿园其实它体制上它是用公家委托，然后还是公办民营的体制。可是因为它在这个体制里头设了一个社区自治委员会，所以它是一个公家跟民间协力的一个方式来营运我们在社区里头提供所有的托育服务。随便说这个要请哪个老师来教，然后学费要多少，是社区的家长可以共同参与讨论的。对，然后家长也参与，教保人员也参与。那我们在那边的实施成效其实是蛮好的，然后大概都这几年来了，一直都是满额的状态，而且蛮多的家长一直非常有需求。那我们在地，我也看到我们高雄市这一次还愿意他已经要扩设第2所的社区自治幼儿园。那我觉得，我想请教个问题，你刚刚说这个是根据内政部当时的一个法规，那现在幼托整合上路之后，已经归到教育部去管，你们这个会不会也因为这个新制上路，这个主管单位不一样，这衔接上法律这也是我们在社区自治幼儿园的痛，就是从社会局转到教育局来。那么我觉得，其实我刚刚听到我们科长这边提到说友善幼儿园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非常的赞同。然后再来一个社区自治幼儿园转到教育部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地方的政府，尤其是教育单位还没有想好怎么样承接这样的一个单位。那我们在高雄市是因为努力蛮久，所以其实他这一次已经要扩设第2所的社区自治幼儿园。那我觉得这未来会有一个东西非营利园的办法一旦下来以后，我觉得那个经费的考量也会是县市政府要不要往下走一个很大的因素比如说像我们在高雄市努力这么久，他才要办第2所。那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一个扩办的过程里头，一定也是要中央能够 support 一些资源进来，然后让我们地方也能够支撑得下去，愿意去重视这一块。那另外，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个托育公共化的照顾的过程里头，其实另外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普及嘛。刚刚我们立委有提到让我们所有中下阶层，包括一般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这样的一个托育服务才是一个好的服务。OK， 好，那我们也知道，都了解新嘅制度上路的时间，同时要规定是讲目前嘅幼儿园呢，做唔得去禁止全美语的双语教学，给他禁止这么讲，不能是全天或半天，或是这个才艺课程来教这个外语要做我们得去搞那种以这个精熟为这个目的的什么算下思算术1+3等于多少，大家全部做没搞我想要请教一下彭总会长，就说这样子这一次新制上路，同时也对这个上课内容做了很多的限缩那你们对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看法没有？会不会觉得管太多，还是说其实这样其实对幼儿的发展教育是好的？其实我还是要回归到跟我们简理事说的，我一直也是在认为2到6岁是要学什么，其实它是最主要是保育安全为重，那再来是心有余力，再来教育。那我也知道是说，因为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课程一直不断的出来，在私立部分有差异，那就是因为公司它这个一个竞争的情况。这几年来，从民国大概80年大概都是在私立的部分或者是村里托儿所来协助这些妈妈们就业。渐渐的呢，就是70%的私立，到今年拉回到50%，各私立公立各一半了嘛。那我想这个自由市场嘛，一定有竞争，各有走各有的路走。那所以呢，私立的可能用在这个美语部，我也非常不赞同。我自己从这个幼教系毕业也好，从这个读了10几年的也是教育的这个课程到研究所，我一直认为说，孩子在这个阶段就是玩得够，观察得够就好。像讨论到了可能一点问题慢慢理清出来以后呢，像请你先从来宾做个结论那想请教一下许科长，就说就这个目前这个幼托整合上路8月1号开始当然到年底还可以继续申请幼儿园就说这幼托整合上路到现在呢，教育部会听了很多各方的意见，那在下半年度或者说在未来还会有什么比较积极的做法去
改善，或者说去提出更完善这个法规制定的一个方向？好，那依照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事实上教育部本身就要订定20个执法哈。那这20个执法，我们目前为止也订定的差不多了，所以陆续发布哈。那原则上应该是8月底左右可以全部的一个完成哈。那刚刚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从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发布之后，那教育部其实陆续到县市政府去做说明会。那说明会当然就是说有一些意见的澄清，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其实我会觉得说有一些部分其实也是误解，这误解会认为说，可能都是幼托整合造成的，或是对现场权益等等的影响。那我们透过非常多的说明会，事实上把现场的意见都汇集，那我们制作成相关的 Q&A， 会放在教育部有个全国教保资讯网，让所有的幼教的伙伴都可以把他心中的疑问从家长也是相关问题也可以去，也是对，所以上面包含课程以及对家长的亲职教育，或对现场的行政人员，有关他们对幼托整合各种人事相关的一个疑虑，事实上到我们目前为止收集到的所有相关的函释都放在上面。那刚刚理事长也期待说，是不是有对家长的一个部分，我们其实在上面也放了一些广告片。好，那我们也期待。那另外上面还有一些亲职的一些简短的一些说明，那我相信这对家长来讲都非常的有帮助。那当然，政策其实制度的变革是需要长期的沟通哈。那就以教育部的立场来讲，其实我们持续收集现场的意见，我们愿意亲近现场去理解他们的困境到底是什么。那彭总会长，22县市哈，这全国联合总会。那您在这一个制度上路的时候，还有什么样要大声疾呼的吗？其实幼托整合不是当初把这些学校灭亡的一个头，不是。可是问题是，大家也看到这个幼托整合这么多的执法跟这么严格的时候，以及包括地方政府，我们新北市就好，当初要幼托整合的时候，所有全部新北市1000多家抄，所以你的面积不合格就先抄掉，再让你的列管就是有违规的扩大部分，大家就知道这样的情况之下，真的就不敢做下去了，所以自己也会给自己先提早关起来。我想这个虽然是不归罪，可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在意这个职场的，我们都很清楚。我还是希望教育部还是多沟通、多了解。那我想，当然这是一个阵痛，女人怀孕10个月最痛就在这个生的这时候。那如果这个准备的更好，我想就是说成熟度更多，那这个阵痛期就会短一点。好。谢谢。成熟度更多，阵痛期就会短一点。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简理事，就是说，其实您在南部深耕这么久，您看到更多是城乡的差距或者区域发展的差距。那您觉得说公共化这样的精神，是不是在这一波幼托整合的时候，更应该被彰显出来？让教学能够回归正常化，我要跟我们所有的家长呼吁，好，让我们家长能够看得到这个点。那很多的片子放在教保资讯网，家长也不能去看。可是如果也可能，我们是不是也真的可以从电视媒体不断的去教育我们的家长，说孩子该给一个什么样的照顾才是重要的？那另外，我觉得教保人员的劳动条件要被做好，因为如果没有照顾好，那你说要把孩子照顾好是很难的。所以呢，如果要小孩好，也要老师好。所以包括从他的资格、从他的劳动条件，还有他所有的这一个照顾上的一些可能需要可以照顾的，我觉得教保人员要被照顾到。谢谢。好，中生也懂重要，小生也喊卡重要，所以他讲是讲少子化，希望他个多强，要讲出来以后咧，生意呢，按社会生意呢吼，是每个都会播好好的教育期、保育期哈，像来青重要的，最后恁个立委针对幼托整合，你还想法嘛该？最后我也回应一下刚刚简理事讲的，在这个幼教法实施过程，确实看到了，因为法令解释的不一，对于已经有非常多的10-20年经验的这些教保员跟幼教的老师哦，他对于他的劳动条件有造成大量解雇的一些事实的状况，或者是有无端被解雇，或者是说他在准备，因为他解释法令，以为他要重新征用招考，导致这些教保人员、老师他要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去准备考试等等这样子的奇怪的现象。我们是呼吁啊，就是这个教育部这里哦，应该要去细心的去听听看我们基层教保人声音是不是真有其事，而不是个案。好，如果说因为透过新法的实施里面，你去把有经验的教保人员把他逐出市场了，逐出了这个我们的教育界，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小孩子他的这个权利在哪里？好其实幼托整合上路呢，使得台湾变成全亚洲第10个幼托整合政策的实行的国家。当然，迄只很好的世界启示
你也跟上一样世界潮流哦。不过到了制图上路的时间，看到青岛嘅公立嘅托儿所也講幼稚園也好哦，因為一樣性嚟關門哦，也講一樣性關係嚟，就種嘅裁編提議吼。唔過你哋講，目前你國家是希望講國民教育向下延伸1年，故所每個細人咧，佢都也怕講幼兒園，到幼兒園嘅時間，佢哋學補課冇課，佢假使冇辦法去幼兒園學到補課冇課嘅話，慳把佢讀小學嘅時間吼，就冇辦法睇你上那種嘅學校嘅進度啊，所以你係輕嚴重嘅問題。唔係講見比佢關係係你有錢是讀嗰種嘅私立是好嘅，假使講佢配角、佢偏向、佢弱勢嘅族群，佢冇辦法因為一樣公立嘅種嘅暑假嘅權益嚟受到影響嘅時間，佢係咪冇辦法學到補課冇課？佢係咪佢把讀小學一開始是輸贏輸甜甜嘅，故說某一隻細人做到兩鋪嘅幼托整合上路嘅時間，本佢放棄嘅，因為佢可能一開始是到起跑點是輸退去嘅，所以當然你下講少子化鼓勵大家多叫，唔過用下來嘅細人咪嘅都係幫，因為要好好教育技能，我想係全面大作戰，大家都嚟面對嘅問題啊！我想今日村民台邊召開了討論會，請大家嚟提出意見，也幫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嚟了解兩個問題。以上今日村民台邊感謝嘅收看，希望大家按時再會。